囝讲台语，你看伊有乖无？这有好耍无？因拢会照咱要爱的字安尼谱起来哦。这是利用谱来甲味道的关系，所以今仔我要教大家来做这个。大声咧，你爱传5支起讲。恁兜若是有四讲嘛，会当用四讲，毋过爱会记咧哦，四讲拢爱生共款。今仔阮兜爱拄好生无共，所以我用起讲来做。大声咧，咱爱为夹这伊的这后壁这交互长。爱会记咧，每一届的拢爱留共款长度。差不多咱爱传20支的铁钉仔。为伊的较只片后壁遮甲伊插入去。即内底呢？即内底是因为利用因内底重量无共，所以你爱记咧，第一个插1支，第二个插2支。看你要插几个，你要写几个字，你就插几支。即摆我来教大家一个撇步，即个撇步呢，就是咱传一杯水。安尼伫遮看会当沉落去，还是浮起来？安尼伫内底就会沉落去，还是浮起来？就甲即内底装水。你看哦，安尼就是伤轻啊，因为伊拢会直接浮起来，连底拢袂沉落去。我遮拄好有做几个，你看安尼会当沉落去，佮浮起来，随浮起来。这安尼伫咧即内底嘛会沉落去，随浮起来。所以这是咱卖的。下骹即个，你看哦，我互恁看。下骹即个呢，就是伤重啊，因为伊沉落去就袂浮起来啊。爱甲大家拢用做安尼，差不多沉落去会当随浮起来的速度，咱就会当来传一个空管仔。这个空管仔呢，爱会记咧，一定爱砍互条。你着甲你拄仔做的迄，看你做几届，就放几届入去。你会当看伊，你内底要啥物字，爱去甲伊调整一下，伊浮起来速度就无共。今仔呢，咱是有影讲台语，所以呢，你看伊起来就是有影讲台语，安尼就完成啊哦。伊叫我翕相的，迄天我本来有传迄要讲啥，毋过我即马我听大家讲安尼，我着家己凊彩讲安尼。因为吼，迄天是阮知影即个题目的时阵，知影即个活动的时阵，阮着一直要想要参加，毋过阮伫咧想题目。伊要伫咧短150秒内底要讲一个物件的提醒，实在是有淡薄仔困难。我讲妈妈拢是学较化学物件，阮就想讲要用较化学物件来，着用化学来讲台语安尼。所以就想着即个题目。其实我即个影片拍甲足临时的，因为迄天敢若上尾一工1点钟止，我10点去互人学起来，讲爱拍影片。就是有淡仔，我嘛感觉足心虚的讲摕着即个奖安尼。我嘛要讲一个，我嘛是自细汉就讲台语，毋过我大家拢讲甲臭龄台，逐个人拢讲我会较听，因为我自细汉伫咧养乐教会是大汉的，伫我斗会，逐个拢知影拢是讲台语，毋过我台语讲啊足烂的，就是一般般安尼。我听较袂晓。其实要传即个影片，就是因为阮妈妈即嘛有伫咧伫咧台语有做一寡活动，伊嘛要做一寡，就是推广台语的一寡活动。所以伊就讲，伊就讲叫我拍片啊，伊讲伊歹势，所以我来听种嘛想我拍片，就差不多安尼。